Hello，我係 Jess，佢係 Water，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扯爆 ChatGPT。Hello，大家翻嚟第16集扯爆 ChatGPT。今集講一單越睇越黐線嘅事，全球 IQ 最高嘅男人金英芬博士公開話耶穌係佢嘅邏輯，仲話人類意識係量子資訊，死咗都可以繼續存在，好似儲咗上雲端咁。講真，我一睇完成篇文，心入面嗌咗一句 Water， 你幫我爆清楚，佢講嗰啲真係咁勁定係包裝到嘔？ Jess 佢真係親口咁講過，唔係人哋幫佢代言，唔係基督教團體夾硬塞落佢嘴。佢係 X 前 Twitter Trip Post 講 Christ is my logic, God exists 100%，仲講如果人類意識係量子資訊，就可能喺身體死後繼續存在。用咗個比喻，意識就似雲端資料，唔一定困喺大腦入邊。所以佢信得唔止虔誠，仲信得好有 tech startup 味，講咩都要加個量子做 filter。問題唔係佢信，而係佢用一套睇落好科學，其實好跳嘅邏輯包裝咗佢信仰。佢成日講自己 IQ276，講到好似全人類都要跪低，咁呢個 number 有根有據定係自嗨？老實講，超多破綻。正式 IQ 測驗，例如 Waze 上限160-200左右，冇得測276，你超過200 test 都未必 validate。佢攞過獎嘅組織包括 USIA、Giga Society、世界記憶理事會，唔係佢創辦，就係佢做顧問，或者根本唔係獨立機構。即係自己開間公司，頒獎俾自己，之後拎出嚟當榮譽之力講，仲要塞落神學度做武器，玩閉路循環系統。係閉路信仰迴圈，佢見組織頒獎俾佢，佢攞嚟講宗教團體再放大，再有人信，佢再講自己係全球第一 loop 到死。佢拎咗啲量子物理嚟講，人死後意識會繼續存在，話喺雲端式延續。佢話量子糾纏證明我哋意識可以連接上更高維神，咁講法真係有根據，定係科學 cosplay？ 科學人聽完會反白眼。量子資訊係指量子位中包含嘅數據，唔係我 Water 今日記得你 Jess 個笑聲咁。量子糾纏係粒子層面嘅現象，冇證據話大腦意識會有糾纏狀態。人死後意識仲存在，本身就係哲學命題，唔係可以用一兩條物理定律證明到。佢係將未知神存在呢個跳步直接行咗條 shortcut， 但真係睇得懂量子科學嘅人根本唔會咁亂用。退一萬步諗，就算200幾係假，金英芬都應該係個 IQ 高嘅人啦。點解佢會唔知自己個 logic 係跳 step，解釋唔到就當神呢？就係因為佢夠叻，先會產生一種幻覺。我話冇漏洞就冇漏洞啦，你唔明噶啦。佢唔係唔知自己跳咗步，佢係覺得你冇資格質疑佢跳唔跳得靚。呢啲就係高智商盲點。當你太醒，就會開始覺得自己連信仰都可以精緻包裝，信咗先，再用邏輯去砌翻個有 style 有層次嘅信仰結構。但 sorry， 你個信仰睇落似 tech startup 嘅 deck， 其實係一嚿根據未明嘅情緒砌圖。講咁多，佢啲社交媒體有冇人敢反對啊？會唔會係講完唔俾人駁啊？有 Reddit 啲人講晒，佢啲 X 帳號啲 post 一有留言 challenge 佢就 lock post hide reply， 唔俾人討論，唔俾人反駁，搞到成個 comment 區淨係 Amen 同 So Smart。簡單講就係有我同你講道理，冇你駁我，成件事就變成咗高智商教主型耶教代言人，只收 fans 唔收問題。我尊重所有人有信仰，信仰可以講，但你講到好似我又高 IQ 又知量子又信耶穌，所以耶穌一定真，呢啲就唔係證明，係包裝。冇錯， IQ 唔係神，信仰唔等於真理。講量子唔代表你理解宇宙，量子唔係你個神蹟濾鏡，你個 Instagram filter 加得再靚都掩唔住啲邏輯跳步。講真，我信你多啲嘅 Water。我唔係神，我只係你心跳變快時第一個諗起嗰個人。下集再見，夠膽你就 cheer 落去。聲明：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只供資訊娛樂用途。
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。如有資料錯漏，Jess 已經盡力求證，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。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。